做伙跳舞。大家好，我是台客电力公司，我是主持人，我是 DJ 大卫。今日来唱几条有特别歌，真有故事的歌。好，这条歌听啊。阮写台语歌也用无共款的方式来做，因为伊是 DJ， 我是吉他手。头前的朋友小等你，免着惊紧的入来坐。阮想要试看卖，佫有啥物无共款的方式，会当来做台语歌。第二就是讲，咱伫个台语也好，来台湾的这故事也好，佫有偌济故事是咱会当去家记录的。黑暗不做不过。故事永远拢有嘛，是啦，是啦。有人就有故事，台湾人遐济，所以就一直拢有故事。将军这条歌其实写的时候，迄出发点就是讲，因为阮接触到台湾的民俗啊、庙会这个代志，知影讲因为虾米遮尔骨力。问题是讲，即摆人讲到庙会，甚至讲到百家将，大概就是抢你百家将，看你无，你就是一切就是犯罪啦、乱啦。但是传统上百家将，伊伫信仰内底，伊是咧保护人的呢。甚至百家将，伊伫庙会咧绕境的时阵，有当初嘛是会帮人收惊的呢。明明一个神明帮人收惊，为什么即摆变做讲大家摕来考试人的讲法？太将军之名，我一生无替。阮想要做的代志讲，因遮跳将的人到底因咧想啥？这中一定有啥物误解，还是讲到底倒位出问题？迄就像较早人讲台客，30年前讲台客就是在讲错啦。即摆袂啊，即摆你台客对啊，迄变做是一个个性、一个文化的意涵。因为这两件代志就一直做。对。一开始咱的迄个初衷是用电子音乐，要怎讲迄个甲咱的迄个台语啊，甲咱台湾的文化、甲生活、社会的这个，阮一开始的初衷是安尼，基本上就是甲咱这个社会现象啦。人文的生活啦，还是讲一寡较早过去的故事啊，还是啥，就是大概拢围绕着这个故事甲话题。海里61号，进咯！天运水厝甲新年，台客电力公司协同海米61号，祝大家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大家健康